媽咪，今晚我哋食咩啊？天氣凍凍地，整翻個卜卜芡。而家我處理啲芡先。我上網睇咧，啲人話用 wasabi 可以即刻吐沙噶喎。好，咁等我試下先。我啲水真係污糟咗喎。可以洗一洗煮噶啦。因為時間關係，已經整好咗啲配料啦，蒜蓉、芫茜、葱、辣椒，跟住開火，加啲油，爆香啲配料，豉油1湯羹，蠔油1湯羹，一碗雞湯落住先。媽咪，食得啦！係啊，開始卜啦，開始開口啦。食完個芡可以打邊爐啊，出去啦！食得啦！哇，快啲試下先。哇，好鮮味啊！係啊，食晒啲芡呢，仲可以攞啲湯嚟打邊爐。仲可以淥粉絲添啊！係啊，好簡單㗎咋，大家都可以試下㗎。